唱传统歌，真的吗？真的，他会带给我1日份的欢笑。里面有一场加田传义就抽了。有。去年係天意名，哎呦，啊，今年没有参加。今年係上禮拜嘅鬧熱泰國城邀請到眾多來賓來表演，下禮拜嘅節目繼續延續上禮拜，準備眾多好歌嘅愛伴大家聽哦，下下就強下來欣賞吧。哎呀，小吉娜来文中，来文中，来，欢迎来到舞台当中。他们是睡衣2人组。那电话同伊讲，你这是睡衣嘛？伊讲，嘿呢，轻易款呢，按摩耶，哎，妹妹啊，你昨天哎，注意行啊，人家妈妈中给他3副安你来不及脱就直接跑上来台北了。他女儿的，啊，他女按摩耶，很可爱，很可爱。哎，等等一下，哎，这个挑战对他来讲应该不算什么啦。3个挑战哦。对呀。啥意思？来，报告一下，来。本小朋友的歌诶。哦，嘿，哎，本老公的歌诶。哦，还有本妈妈的歌诶。哎呦，肯定是要给孩子吧？本小朋友的歌诶吗？哦，这个很难抉择嘞。好，真的。你给小孩，那老公也会说话啊，他妈妈也会说话啊。你给老公，对不对？啊，小孩子说妈妈，你为什么不选我的？对不对？啊，他妈妈也会说话。啊，给妈妈的，哎，老公小朋友可能会不开心。不然你先回去好了。对啊。想好再来，好不好？题目先出给你。就董王结束。给老公。那老公哦，我的最爱。一家之主，一家之主。对，不管小孩跟妈妈就对了。对，是这样吗？公平，因为他们都爱爸爸，我也爱爸爸。哦，你妈妈也爱爸爸。老公没了，小孩算什么？对不对？没有老公，有老公，小孩才会陪我一辈子。我老公的嘛，我们老公的，老公的歌诶。线两条狗会不错啦，刚才你650是给我今夜亲爱。哎呦，哇，今夜把它当了2个晚上来用，哎，来听看。
高雄。汉南聪唔可以啦，唔捌个歌是挑战歌的，啊，嗰个呀，对你来讲，南充吗？两条葱的亲口啊。对呀，我用安南聪哦，没问题。我写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在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金曲歌后？真嘅标题呢？对吗？没啊，真的厉害有标题吗？标题你从头到尾没有到啊。开玩笑啦，冲在亲后啦，冲在亲后，真的啊。亚军会我挑战给你2个大拇指。哦，有，真的，因为90的时时间，给他有两条一圈还蛮快。他本来是 key 比较低，他为了挑战，跳针嘛。哦，你现在也有开嗓的问题，知道吗？对，要暖嗓，知道吗？有点年纪了。我连跳歌实在发没青秀年冲啦。他就说比较少。其实我都闹嘅吼，按做小吉娜，小吉娜，唔够正经，聪明，真不知道你怎么敢自称小吉娜。就按那样，拍谁，对，我啦，讲谁真的不太敢随便挑战了。啊，刚好今天怎么会选到吉娜姐的歌？对，哦，也是很棒的一个尝试。是，你不是常常选她的歌吗？对呀，要是都会冇冲过啊。两条他秀了，王心怡琼有冲过，王心怡好像有唱过，对啊。我跟你讲，唱比心怡就是完全不同风味。心怡也是不怕死的，什么歌都敢选。我是小吉娜。对啊，小吉娜。mini 吉娜，mini 吉娜。他还唱过《爱这件事情》，我都不曾忘记。哎呀，印象深刻。心怡很厉害啊，他什么歌也都敢挑战，跟他一样啊。对啊，同样啊，反正他是给他冲来歌呀。要是我会转音挺多的啦。咁有，係啊，係咪較少一些咧？哦，可能較少，真的真的，較好衝啊！唔似架做啲劍啊，唔會聽講做唱，做嘛做愛原唱啊，你去唱啊。因為我會聽你的歌啊，我就聽起來可以自己加一些自己的味道啊。沒做得好，哎，好辛啦，延長音啊，你就去給他縫刺嚟衝就好。好了。但是賴文竹嘿，沒有，賴文竹有一個問題我一定要問一下，因為這個題目，你在廈門把兒子搞丟什麼意思？哎呀，追高的時間，帶冇帶進來。什麼時候的事情？前幾個月啦。你廈門撩去玩，對。帶生日一撩。係吐生日一撩。哪隻生日呢？我來嘅，我也來嘅都有去，啊來嘅就會好奇咩？我們在有點像那個美食廣場的地方。來就生唔係太誒。今年升國一。國中生誒。還好啦。啊，所以他可以。祖雄人嘛。係啊，係祖雄人，去甲走咩？啊就我就看到差不多在30公尺嗰邊門哈，又看到打開來又入來，啊一下又出去，啊咩冇睇見點嘛，就向下安尼行出去，又奇怪又到那邊，因為按不睇，看到人咧那去誒，左看右看都沒有人，真嘅當見中誒，我就想講，因為路又人生地不熟，對，我就衝到那個前面的路口，看有沒有車道，太溜又懂得玩咧綁人那個什麼，要那片毛，要那片毛，我就當見中，嗰邊就太險嘛，很咁命，啊要嗌咩險，就險冇人，啊一下哦。從那個後面啊，手扶梯上來，我在這裡啊。第一篇手啊，第一篇手冇同工，而且很呆萌的臉，然後我就整個都快嚇哭了，真的呢，嚇死人了，真的，尤其又在國外，對，你說在台灣可能還自己找個路回家，我還以為是你的問題，那這是你兒子的問題，是不是？我一篇手同媽媽講一下，對呀，就按呢，好幸運哦。這個我有經驗，我以前跟我老婆去逛那個士林夜市，人很多嘛。啊，那時候我那個小的牽了別的小孩嗎？不是，就是兒子才很小，啊，就本來就2個就牽着，後來就換我老婆牽，啊，牽我們就一直走，他也放掉了，哎呦，怎麼那麼趕？就是他小孩也放掉，然後我們就走了不知道大概10幾公尺以後，才發現他小孩嘞，他不見了，然後趕快回頭去找，還好他一直在那邊，哎呦，還好他還會原地哭嘞，對啊，還好沒被帶走。這件事情我有一次去日本，我兒子還很小，佢沒來耶呢，他真的好皮哦，他跟我耍脾氣，你知道嗎？啊，就行，差不多也是50公尺、30公尺，我一翻過去，他就是站在那裡不理我。啊！我就想說，轉個彎，我跟我女兒就去那個名產店逛，想講幾位甜點啊，啊奇怪一下看看呢，有一隻聲音都叫呢，佢就有冇按錯歌，慢音咯，啊我就看一下，佢係一大群阿桑啊，大陸阿桑，圍着他，真的圍着他，佢係農村人來，你不理他就哭了，這
就对了。后台跟讲国语的那个大陆人，对啊，他也是大哭，我就哇塞，我真的又差点把儿子弄丢。对，害你不敢认呢，不敢认儿子。没敢勾引我大笑啊！大笑。我说哟，你怎么在这里？后来还好，那是第一天，后来都手牵的紧紧。还是真的要小心呐！哎，出门在外，跟生意呢都要顾好了，唔见得自己心头一块肉呢，开玩笑，后猜哦。哦，好了，今天挑战成功了，好不好？成功啊！来，什么먼저？好了，发来，抢嘉琪，来，嘉琪来。哎呦，文艺少女，对啊，头发就一直短哈。对啊，哎呀，都从来没留长过。来，但你今天被塞的有点像，这是真发吗？啊，真发，真发，不是假发。现在流行。来，你开始出挑战来。好，我要出题喽。第一个提示黑，安不亚张雄的虫。哎呦，那不就今夜陈奈吗？已经唱完了。好。啊。沙蕊九选头同一轮。哎呦，早上动起来。哎。还有太阳超级大一条青苔。哦。这3个选择。一条青苔这个选择好跳痛哦。对啊，好怪的那个主题哦。对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主题？我想要抒情一点。抒情一点。晚上才想唱吗？晚上。安不亚张雄会冲哦。啊，你晚上才有 feel， 对不对？对啊。可是刚唱完了。啊？我晚上的歌已经唱完了。还有很多歌啊，晚上。等一下，又是今夜 tonight。对啊，半夜上前咯啊，有冇？来一起穿500 K。安不亚张雄会冲，对啊。哦，来看一下安不亚张雄会歌诶。哦，两面黑啦。本夜讲的歌啊，今日迄个是天气模糊的发音。冇嘢讲诶。哎呀。还係有嘢講啊。播出來聽聽啊。對。哦，好啦。好，來唐毅唱一條歌來哈。本夜講嘅歌誒。好。其實就12年初所嘅時間，其實歌單本來有選嘅歌嘅，就準備好了歌。只有2條歌嘅嗎？沒，有還有準備其他歌。其實那天阿雄我說你啦，我不要跟蔣經國過不去，選一個不要跟蔣經國過不去啊！哦，不要跟蔣經國過不去。耳朵要親一下。
哇，你这个 Misa 专业户冲整下给的狗也没懂后堂呢。哎呀。你家家都会冲 Misa 的狗位啊，他就是文青。Misa 这边的那个250都靠你。文青挂的啦，哎呀，冲那个狗就是非常有味道，很舒服。我刚刚还眼睛闭着那边睡觉。对啊，你是真的睡了吗？在那个听你唱歌，舒服。整个很有那种，很有那种晚上听歌的。对，很好入眠的一首歌。亚军老师的歌写得很好。真的，整个人真是懂会下狗哎，真的没懂会冲，对呀。哦，你也很喜欢就对了。也喜欢，之前比赛的时候就有唱，今年就有选好几首，只是都分数很低。哦，加在狗的后堂，唔够幕后表现。是才发哦，细节其实蛮多的，因为整个群有几次给他贴贴在冲狗的方式。对。哦，那时候有想要就是会模仿亚军老师唱歌，模仿不来的啦。对，给冲狗强强的方式，懂。虽然讲给他人可以来塞了字，不过给冲狗他的声音其实很松，我觉得，不会那么 tension 这样，不会那么绑案的很。对啊，你可以去，就你要放松，可以养一些宠物啊。哦，对，哎呀，她本来就灵系少女啊。哦，对，你有养什么宠物？马个宠物。现在有2-3只猫。2-3只猫。2-3只。哦，俩有3只没喂。对，因为我原本自己有1只，然后最近搬家就去跟另外2只猫咪一起住，然后。什么意思？为什么那个家会有2只猫咪？就那只家本来就有2只猫咪，然后我要带1只过去。对，你去到别人家，你的室友有2只猫？对，我的室友2只，然后帮你想办法变3只呢？给他室友有2张没喂，那这样跟他合吗？对，没有，他们地域性很强。对，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宠物沟通师，宠物沟通师。对，然后就是想说可以看他们相处的状况怎么样。宠物沟通师怎么说呢？结果超好笑，每一只猫咪都很有个性，他们都还会互相吐槽。互相吐槽。你不用宠物沟通师，我也知道啊。他们一个新来的2个旧的，那一定相处不好啊。可是他们3个在意的，可是他们2个旧的还会彼此互相吐槽对方。不会啊，那样。对啊。哦。是不是这样？猫会这样吗？对，会。会啊。他就是一直讲完。我早就看你不爽。他就是通讯。对。通讯。我们就是他说他会接讯，就是现在会跟猫咪连线。你说沟通师吗？对。他会跟猫咪连线这样子。对，然后再跟我们讲说它的状况怎么样。哦。对，然后第1只猫咪是宾士猫，它叫做娃娃，它就一接。本来没喂。给2只没喂，底波度呀，宾士猫什么意思？宾士就长得像宾士的画饼那种。对。然后它有长得像 BMW 吗？有，也有啊。有。哦。下次找你去问那个 ChatGPT。真的吗？真的。哎呦。好了，反正就是宾士猫一开始一开口就说发生大事了。他说新来的这只猫。很忙，一直在搞事。对，因为那个猫咪新来的猫，对，我的猫。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不担心啦，因为家里到处都是我的味道，其实我还蛮平静的。对，然后这都是我的地盘的，没关系的。那他很大气啊。对，然后第2只就换我的猫咪，新来的猫咪，新来的猫咪就说他才没有他说的这么平静嘞。对，他就说。他一开始就说，你看，以猫咪的审美来说，我是一只很漂亮的猫咪，对，我不像另外1只橘猫这么胖，所以它是橘猫，它是橘猫，然后另外1只也是橘猫，也是橘猫，橘相残就对了，大橘为重的橘。我的橘是瘦橘，小橘，就是像你一样瘦，对，所以它的主人是胖橘，宠物好像都会像主人。我的橘猫是胖的。你要跟宠物沟通师黑唔黑舞台卡给你？舞台剧的人没有，他还演起来就对了。对，他就是会模仿那个动物的语气。你觉得很厉害？后来有解决问题吗？沟通之后呢？就好像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就只是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但还是解决不了。对，就只是沟通师没有一些建议给你们。有，会给一些意见。对，然后，怎么了？你要讲什么？然后呢？
啊，就这样子啊。哎呦，你还断片哦，还没讲完。南门共算，有啊，你喝红酒的，有啊，嘿，还有后续是不是？还有第3只猫。哦，还有第3只猫。哦，第3只没有哎。对，第3只就是胖橘。胖橘就说他很棒，他说你看我很棒，我都会出去外面关心新来的猫咪。然后说猫咪没有关心你的小橘。对，可是他都会去偷吃它的食物。因为他是胖橘啊，然后他去关心别人，当然要有对价关系啊。对，他就重点，他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零食都还是太少了。然后那个装零食的柜子应该要很大很大，这样。哦。所以这个沟通师他其实是看面相。对啊，你有改吗？那后来真的有改，有把柜子改大吗？对，怎么改？对啊，那你才建议的啊。他给你们什么建议？跟狗那个3只狗怎么相？不是3只猫怎么相处？他有建议说，那个猫咪的纸箱可以给他们，就是他有讲说他自己想要挑高的纸箱。哦。对，然后要封闭一点，不要太容易，不要让他看到被人家一眼看到。哦。对，然后他也有讲说什么家里要多设立一些障碍。然后他们比较好玩哦，就是哎，有时候你问一问，然后可以了解猫咪一下，你可以对猫咪更好啊。你也可以学一下宠物沟通，我觉得你很适合。我觉得你好像有那种雷达。有，你去学一下啦。周的，到时候再问你，好吧？他 Duffy 有什么问题再找你。一次600，好吧？你怎么杀价？你刚刚不是说700-800？哦，是吗？认识嘛？哦，对了，都是打折啊。友情价哈。好了，谢谢了，谢谢了，就这样了，回做休息，好了。沟通师。啊，好来杀好了，杀了，彭一军。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动作，来。来，这个也是高材生啊，高材生高材生还要选题哦。对啊。哦，我要出题，来出题，所以哈，来第一题。经典怀念老歌，哎呦，这个太适合了吧？对啊，这完全没有挑战性啊！沙蕊唱完超级嗨，哎呦，这个好哦，那一定就是芭蕾啦，我不要。芭蕾，我们 N 里的节目除了芭蕾，应该没其他歌的了。沙蕊金票甜团1级棒，一级棒，你是不是一定会选这个？这是一个置入吗？金曲天团，那就是你。你用给他秒，彭一军的意呢？哦，那你是一定要选这个是吗？金曲天团哦，还是你要选芭蕾？我很想唱那个，唱完超级慢，超级嗨，超级慢，超级慢，超级慢啊！你要选唱完超级嗨哦。所以金曲天团1级棒，搞不好你之前是不是有出过一个歌？有。搞不好是你的歌哦。金曲天团哦，你有团哦？阿某，你还有我团的哦？有啊，这个我自己也有那个闹热天团，对，金曲荷兰闹热天团。喂，阿某挑战的金曲天团1级棒。你还会选这个，大家都记录他名字了。对啊，可能一个哦。金曲天团，根本这个本来穿哪嘞？哦，你要穿哪个哎？以前已经500了呢。上班呢？可以重现吗？啊，不行啊。你选到了，钱都进我口袋，岂有拿出来的道理？起手无回大丈夫，好吧？好嘞。上班。几多暗暗飘来芬芳，依稀旧事从门后，让你对对双双，叹也错，也错，故事也紧错。愈喊嘿夜思。拍摄开咱期待，上来心头暗暗里，总算无这条路，太清楚，清楚，清楚爱心酸。
电发丝光，三藏满遥遥梦，一同可以给你遥渺梦，岁岁年年转眼过，万条风丝。尘世间悄悄摸。微风拂来自他乡。捎来些许芬芳，昔日依人伴身旁，又难了世事无常，夜里凉，夜凉，人世间的凉。深深满。夜盼，无奈长饮寂寞总相伴，一滴清泪落玉盘，归人送暖，却是金不换，深深满。人兮星光都阑珊，既无依旧人何堪？只身饮淡，且身一世千万。重阳故稀，总相盼，一世同发，随风浪。草野求梦，天电发丝光，深深满，夜夜乱，奈何山。残水库布满山，一朝惊风此谁遗憾？孤身孑然，今生凋零的难。谢谢你啊！谢谢，250，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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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歌的本来就是方言的歌，本来方言的歌，通知各位做汉语一只版本，原本方言歌词迄关的写的。哇，好漂亮的词哦，真的。你唱这个歌，然后越唱越进入佳境了呢。对啊。你是比较喜欢罐子？你说，你为什么华语版唱的比较好啊？对啊，我弹快冲哎啊，弹难冲。两条歌哎，嘿啊，你冲得清楚啊。老师也弹得很好，对不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这首歌也不好弹，还是要称赞一下老师。其实它里面还是有一些那个偷偷摸摸，tempo 有冇空用啊，有嘛哈？跳前同动用的 tempo 有冇空用的？哦，真的呀，是不是假会？所以老师有，我还要特别讲出来。所以你刚有特别注意那一段，是不是？有啊，它前奏跟中间，它其实速度是有变的，是不是？有。假会啦，被老师抓到啊！那你觉得很难？你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歌？很难。你还踢一百冲哪狗？哦，我听侬呀，其实
某仙哥，某冲哥版雷啊，我没有啊，某冲哥进来。我一直觉得他好像瞧不起我，你没有像那个小吉娜，像他们那些就是这么随便就唱我的歌了，然后歌王都不唱。他们觉得你的歌没有挑战性啊，没有什么东西啊。其實就比年初所嘅時間，其實歌單本來有成嘅歌嘅，就準備咗兩個。只有2條歌嘅嗎？唔係，又係要準備其他嘅歌。其實那天阿想我，我算了啦，我不要跟蔣經過不去。先一個不要跟蔣經國過不去啊！哦，不要跟蔣經過不去啊！親一下，羅先生手機這些歌基本上都自殺。大魔王歌曲。公司菜方青阳青岛的必说朋友在后面的时候，我会冲来狗，就上次你会讲，真的，你会替他们担心。我就知道说要唱就早点唱，不要那么后面唱。越久越恐怖。到时候又是怪马桶歪，太难了，真的。因为第100挑战喊冲上班呢，很意外。可以冇做的，做的很棒，懂我，冇问题啦。同演唱会某通用的感觉啦。不过我做在糖豆房业版本，我觉得很感谢。因为歌词我起家想我不记得了。不要同罗哥讲，我华语的歌词我都快忘记了。很棒，董救某冲好听的，这个真的好的旋律哦，你配上什么语言的这个词都好听。只会火糖哎呀。这么喜欢2条歌诶，文艺少年。文艺少年哦，要说过，是常常还记得，这时节你刚发行的时候，你好像有在脸书，你有写一段你为什么创作《亚苏狗》的背景，时空背景，还记得你想，你做嘛写《亚苏狗》吗？为了比赛，为了赚那个奖金呀。2条歌改做行业版本，因为要参加的吉隆是还有统发创作比赛。不是有一个某人的故事呀吗？有，本来方言版本有，方言版本写关于他爸爸因为他爸是老兵。所以写的是一个就是老兵他在思念的情感，景物依旧，人事已非。不过我在过一个行业歌词的时间有想讲，我用版它接近这个歌的感觉因为这种是有看过1895嘛，就是一位战争的故事然后再把它投射在这个歌的，我也是文艺中年，好不好？哇，这么有文化的一首歌，对啊，女人的太厉害了，而且又想上慢，声慢就是那个李清照的词排名啊，我觉得很棒，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文学，所以你这首歌刚出来的时间，我就哇，有人注意到，有人用这种很古典的，而且终于有人是听我吉他罐子，不是听邓福如的，我比邓福如先，对，先下什么太高啊，不要豆腐乳就好了。因为这种是邓福如在上班懂佛。你现在不是囤给恐吓跑空气？有没有恐跑空气？恐吓，没，你也会在他影片露出这样子。有上直播吧？脚本有戏哦，有戏啊，直播露出。对啊。你没有想要帮他弄一个他个人的频道人设的问题，这样。冲狗的频道。没人没啦，有音同来讲。对啊。他有一直就是鼓励我。对啊，或是你自己拍啊，你可以比如说冯义军，你就是比如你的那个名字叫义军突起啊，或者什么哎呦，直接帮你名字on hold嘞，on hold 呀。义军突起。不要说这个有时候。反指，你说我反指标是吧？你以为我不会说出来吗？哎，他卖干嘛？你怎么知道我是反指标？这讲哎。但我跟你讲，我现在能量还不错。有时候讲出来的东西就中了。搞不好就中了我跟你讲，我是圣子嘴啊。哎呦，我讲过以前呐，我只要好好的干我不会亏待你们的。真的，这些以后真的都不是很好我反指挥不是开玩笑。我跟你讲，我以前在模仿以前总统的时候，在台下被我讲过的一些人，点名过他真的后来全部都升官了，真的哦，很奇怪，那些长官们台上好玩的一些话，真是相遇太晚，这是真的，我没骗你。
对啊，因为我从加入闹热以后，我就没有入围金曲奖。你们就好好的坐在旁边欣赏啊。哥哥可以用那个阿辉伯的跟我讲一下吗？我接下来的作品。你不要再吃了啊！我有比较瘦了啦，说什么？对了，好了，哎，是梦，你可以让我回忆杀了。OK， 什么一举棒？好嘞，还没 Q 你下来干嘛？美女要赶快见到她。急什么？你急着下来要挨下子那个？赶快唱完，赶快走啊！对啊，哎，他们坐在那边，屁股都已经如坐针毡了。对啊，罗哥最急。好不好？我直接出题。好，好紧张。因为晚餐送来了。我点的饭到了。好，我试试唱，试试。来，赶快。好了，出题喽。哦，传统山歌贵边。哦。我觉得直接就这个了。另外这个。等一下，还要让我选项。这个你很适合啦。对啊，我好喜欢听你唱传统歌。真的吗？真的，它会带给我一日份的欢笑。因为你长得很现代，很漂亮，那又有一点古典美。哦。所以你唱这种传统山歌，你唱传统山歌的时候，好好笑。真的。就是漂亮又有气质哦，好好笑。反差好了，我 offer 你另外那会用上。热门流行金曲热门流行金曲，这范围太广了。唱了会破音，那就算了，这也可以，那就算了。但破音我已经听过了。对啊，它有点久，它那时候 delay 我们很长的时间。其实山歌也会破音啊。哦，真的吗？对啊。那左右为难，因为我觉得流行金曲是直接划掉，因为流行金曲跟破音的那个 range 太广，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啊。哦，那我选山歌好了，至少我脑中还有几首山歌的歌词。山歌贵边。哎呦。你是说传统山歌改编吗？你不要因为受我们影响呢。你不要刚刚讲，我讲说你有传统现代的这种结合，就脑波弱啊。哎呀，那我想听。好啦，我喜欢听，让大家笑一笑。好，对啊，传统山歌改编。贵边，你该不会等一下也是山歌子啊？拉丁圣巴吧？那你会跳吗？哦，对啊。我觉得山歌就很矫情嘛，对不对？哦，跳好了，看一下那冲嘛该传统山歌贵边。哇！什么雷鬼谁会啊？雷鬼老三我会啊。好了，怎么唱？雷鬼有没有什么技巧？雷鬼就是要松松的，哦松松的，然后不要拉延长音，音要断断的，有没有？断断啊，断断的，断断的。哎呀，我的妈！有没有？哎，你有延长音不行。我的妈，不能有。妈。我的17岁，痛懂哎哦太多，那个痛懂太多不行。哇，这个雷鬼，哎 reggae， 哎呦，这根本就也是考老师吧？好了，我期待哦，雷鬼老三哥。好来，我们大家准备笑一下了啊！好来，嘿。你们害的啦！等一下，63皮，哎呦惨了啦！你们害的啦！等一下，663皮，哎呦惨了啦！我的音档可以让我听一次吗？第一句就好了。哎，为什么我练习的时候好好的？
杂草的杂，两三天呐，三日嘞，唔知啊，就落了你那。三年，无看的情歌面爱神古节啦，就算了你那。杂草爱杂，两三天呐，三日嘞，杂啦，就落了你那。三年，无看的情歌面爱神嘞，咕咕咕咕节啦，就算了你那。杂草爱杂，两三天呐，三日嘞，杂啦，就落了你那。三年，无看的情歌面爱神嘞，咕咕咕咕节啦，就算了你那。不容易啊。我在唱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唱什么哎，天这哪样！就对啦，reggae 就是松，Are 松 you 的。 sure？你还活着，你还活着。 reggae 很多状态下都是我不知道在干嘛。哦，真的吗？那我对嘞，我在这个状态里头哎。对，有了，你有在这个 vibe 里面 ，OK。哎，好听啊，好听啊，好听就不好说，还不错啦。对了，就像黑青开跳簪呢，恐龙偶像讲的，他放个屁，人家都说香的了。对啊，你长得漂亮，你随便唱，你随便唱都可以，好听。罗哥刚刚说你防疫就好，防疫了，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对，那你们开心吗？开心。啊，好欢乐哦，那就好，那就好。哦，哇，那就好哎。全场都开心。 happy。为什么我要挖坑给自己跳呢？对呀，学什么？对啊，你刚刚直接选一个破音，不是比较快吗？刚刚其实也有啊，差一点的，差一些了嘛。哦，对啊，好难啊！哎，你普通的三台跳就冲某嘞，然后冲鬼点呢？对呀。 你平常三大调就很困难，我怎么知道是雷鬼？如果说拉丁可能还好一点。胆子，拉丁也更难，我跟你讲。哎，我觉得雷鬼更好。拉丁老三哥。来，啊，这好会唱。两三比呀。
像比较简单。哎，好像比较简单一点。好像比较好啊。哎，哦，只是节奏变快而已。哎呦，拉丁推给了公益秋花电台。对啊，简单一点。雷鬼那个雷鬼那个他们不是反拍吗？那个很难呢。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进去，什么时候要出来。没关系，你有这样 vibe 就好，你有这张脸就可以。感觉对了就进去。对，这感觉不想出来就出来。对呀。哎没？哎，我进去了，哎，我出来了。对呀对呀。我又想进去了，我又出来了。哎，公益就好啦。好啦，开心就好。对，雷鬼开心。反正来参加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他的欢喜嘛。对呀。对呀。你看英老师眉头深锁。我刚才在唱什么？你来。我跟你讲，你来。你唱雷鬼。老师，好想听，对啊，听正版的，专业的来啊，对不对？老师以后会不会封锁闹热啊？封杀。我怎么唱？那你可以示范一次那个秀秀的感觉吗？啊，那个秀秀雷鬼的感觉。我对他们说哦。可以加一个我知道了。你刚前面有几个咕见啦，对，这就对了吗？对啊。Reggae 青岛啦，2种团的，这个就味道是对的，就对了，原来要随便啦，都做对了，嘿，好了，你开心就好，我开心就好，你开心 ，You happy，me happy，everybody happy，对，你是不是在主持广播也很 happy？ 当然啊，很 happy 啊，那是他的专业啊，他专业吧，那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哎呀，生活的大部分，每天啊，因为你是带状的嘛，对。哎，你讲播啊，受动厉害。对呀，而且你是带状的，而且面对这个，我是块状的，我都觉得很累，可能是我的助理让我很累。对，那我也忤逆我。哦，你还2个小时呢？2个小时，但还好，因为都在播歌啊，我只要讲一点点话，其实还好。哦，真的哦。你们这种比较难，因为一直共发。对啊。你是录制的还是直播 ？Live，每天啊，当天就 live 啊。对啊。真的哦，那有没有遇过比较特别的经验？难忘的事情。最近因为 live 的关系。帮我点一首歌好不好？有，我们有点歌，可是不是用 call in， 我们是用表单填表单。哦，不是，帮我点一条歌，那个阿弥陀佛，对吗？以前有这个。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我听过。有听过。在他那个时段听这个也太对啊祥和了吧？不是，就是打进去，那个小米的你开始那边上。佩仪可能比较会有机会遇到啦。对啊，你说谁啊？佩仪啊，佩仪啊。P 的那个 TA 可能是比较长辈那种，他们喜欢晚上好睡觉，不是啦。你有懂吗？神奇的事情。你有点到。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听众点播的时候，大部分可能是例如说有人生日，好生日，对，然后呢，那他们可能就会点播一些跟生日有关的歌，然后就有一天播了那个快乐鸟日子，康康的 Happy Birthday， 对，然后我在节目中就会开麦跟着唱，就唱得很开心这样。那很嗨，真的。那头地的巴萨嘎做嘎做都比老公公保庇啊，保庇你万事如意，万里无归那什么的。哦，你怎么厉害啊？这是一定要学的吧？我只会这句，Happy Birthday， 就到这里。你假干的，对啊，我就很开心的唱嘛。然后最后不是那个 MV 到最后结束了以后，今天是你一个人生日，不要难过。还有我啊，有没有？好像哦。他这个有什么好玩的？反正我就唱得很开心嘛。然后后来突然我的主管就开了我的门。哎呦，他说刚刚有听众打电话进来，真的呀？我说完蛋了，我们电台从来没有听众会打电话进来这件事情，而且是被我主管接到，真的。我说然后呢？然后他说那个某某先生说你刚刚在节目上面唱歌唱得很开心。我说对啊。他说他听得也很开心。大家好，我超怕被骂的，你知道吗？对啊。怎么会骂
你只要露脸出来，平常不会露脸啊，平常只会听到一个小杂波在电台。你的群众、你的观众、你的听众不知道你长怎么样。有一些没有看直播的，可能就不会知道。所以你现在也是直播也是都有。就是如果有歌手来专访，就会开直播。平常几乎是不会直播的。对啊。我说好险，不是被骂哎。哎呦，怎么会骂你？那开心呢？对呀，就觉得很开心。原来以后需要开心，你就跟罗哥讲，罗哥可以在这个时段打电话进去。真的啊 ，call out 给罗哥这样。可以呀。在干嘛？我在主持啦。可以哦。今天只有你一个人生日。今天这样带给大家开心就好了啦，不用多完美啊，绝对不要唱老三歌啊。老三歌可以唱，不要唱雷鬼版的啦。雷鬼版真的不用了，谢谢。好啦，谢谢新宇，什么新宇的挑战啊？哎呦，新宇真的很棒，他很棒，他每次来都挑战自己，真的，也挑战大家哎。我们看看还能够试试看做到什么程度。真的啊！好，接下来欢迎亲密 V 梁先生。亲密 V 啊，哎呦，亲密 V 啊 ，Number 9。好，为什么你是排在最后一个呢？年纪最小呢？应该是要最小兰应该排在最后面一个才对啊。应该怕他们睡着。怕他们睡着哦，所以他们早唱早睡。我都想你比较有活力，是不是？你都想睡了。前面这么精彩，你还想睡？很好听啊，就是听一听。除了那个赶火车的，你刚好听到雷鬼吗？很周对，我觉得他唱雷鬼比较好哎。唱雷鬼比较好。你刚说谁赶火车？小兰姐。小兰姐哦，小兰姐在超度，她是抱着佛心在超度的。我离那个鼓手很近，然后壮老师，我都觉得他鼓棒丢出来。没有，你有看他站起来了吗？他一直想要试图跟上小兰老师。他是赶高铁，他不是赶火车。对啊。来，出题。永先，永先来同出题。这题目是不是新竹之光？新竹之光。他真的是新竹之光。你是新竹之光。新埔嘛。对吗？黑吗？北部啦。北部啊新竹县北部啦呀。新竹人北部。北部啊。北部新埔嘞，新埔是头演烟的呀。没系新竹人。没怎么差一个字？给高安多了。好嘞，地理讨论完了。好了，北埔。我再 offer 另外一个法脸之功。法脸之功，这我都知道要什么歌了。是起司 V 形上的歌的啦。还有那个对吧？苗栗之功。苗栗之功。因为系苗栗之光应该罗歌吧？芭蕾，不要。苗栗之光，哎呦，有可能是这个林展毅老师、罗桂林欣赏的歌。哈嘎本赛的老师啊，涂敏荣来没有你啊，台府年对吧？对啊，吴胜志老师没有你。你觉得我们会放这么正常的歌吗？挑战那个。对啊，你选一下，你要苗栗还是花莲还是新竹？为什么都是之光？法脸后嘞，因为法脸之光歌应该都会唱吧？应该因为以前全部。法脸之光我就知道谁了。对啊，就他简单。那应该4位老师的歌哎。花莲之光，如果不是4位老师，我投给你。来，我们来看一下花莲之光，是不是很美国？可以啊，您准给你，没有错啊，应该要打赌的。恭喜你答对了，好，来，喜事 V 的各位，来，您准给你。分分秒秒杀梦的飞音，竹藤冰灯小暖嘅鸟咖啡，几夜上关渐渐沉沉困睡。搭三年嘅流言白来白去，心都花悠悠讲到几多起，天公。中班作千里，大喜精神好好用心讲嘢。嘿哟，拿出黑烟下给你。
心。隔三人的心情变变去，心愈怕又有讲无见无去。天公好事头总办做厂里，大喜精神好好用心讲的。嘿哟，也手嘿，然后给你变黑恰恰二大豆给两样子。嘿哟，所有大项目已经很满意，爆料满天飞，爱用百重心。嘿哟，也手嘿，认真给你面对所有挑战，支撑比零碎。嘿哟，佚佗跳百年，生个靠夫妻，自家的比来就自家做决定，翻山高粱的甘苦，天朝开的雨。哎呦，哎呀啊！哎呦，你怎么不是用雷鬼节奏来唱这个？勇士飞，龙狮会四位老师的扣打也是你在负责啊。是这种转型太难嘞。哦，俩新歌太难了，俩新歌哎。你是帮四位老师宣传歌曲是吧？人家偏懂底波度，你就先都两条歌呀。我跟你讲，你可能选3个都是四位老师的歌。有可能，你们没有人赢啊？你们没有人赢啊？哎呀，对嘛？你们行住就没有你隔壁啊。呆过嘛？我们怎样都能牵连的，你知道？好，因为唱歌的方式都不通用，那首歌曲的拍子很难抓，所以我刚唱歌就一直在算拍子。你偏懂跟转西底波度。所以你看老师跟学生的差别，是报要练越来越矮了呀！你再多唱几次，人家又以为这首歌是你的。对，因为这是新他自己歌都唠到吃爆鸭牙狗味了呀，不是吗？唱到已经变成你的歌了。唱所以较慢，说实在呀。很难了，对，不紧张，不紧张哦。歌表演的今后啦，你对于世辉老师歌的脉络唱不多。通中没做的，通中没做的。你会不会认世辉老师当干妈？因为好几年前的时候，有就是暑假都会去他那边，暑假都会那边那时候就是谢谢他们的照顾，对，因为我是住在他们那边。他现在翅膀硬了这样。好啦，今年暑假比较不一样啦，就是有开始找一些事情做。他比飞有那个海内外交流营。哦，你呢？那去哪里？就很尴尬。你有没有？在北埔，离我家开车10分钟。北埔，你阿意思他办的地点潘给受差，在离我家10分钟就到的地方。哦，但你就是调司同牙不爬贡。我以为会很远，我以为会到南部去。我想说先报名。那你有开车去吗？我爸载我，他说这样你开车的话可能会回家，我载你去你就回不了家。哦，去参加夏令营就抽了。对。那快给他面熟，然后家家我儿子买车是为了什么？他去公司上班。公司在哪？对啊，在我家大概走路不到5分钟。他们就溜个上班了。那挺好的。发动轮胎转2圈就到了。哦。用油买茶本给哦。你真是慈父呢。对，10分钟而已好像。对啊。但是山上到走下山走路大概1个多小时。哦。是才就10分钟。用走的啦，走的。路就1点钟。然后呢，参加那个活动怎么样？好玩吗？好玩。报告。哎呀，不在家都好玩，对不对？对啊。那最近看到几还有陈薇，还有个家家分享，你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节目在第跑冲吗？就是这样，我有看到那个。
FB 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所以我的暑假很忙。哦，给他暑假懂某海。哦，所以还有东东，嘿嘛。嘿嘛，所以也在啊。我们是拍有车的不？对，是讲节目，实践节目。哈嘎巴士666。难怪我看你最近黑眼圈好。666不是恶魔的数字吗？对啊，666。没有，我们要以台语来讲，浪，浪。可是海陆是666。啊，你们666，我们66大发。哦，那就哈嘎66就好了呀。哈嘎巴士，我们4茶66，去很多地方玩。哦，你们很高。4茶4都那啊，挺好的。然后就一边玩一边唱，我们还有一起去露营。那巴士是谁开呢？不会是我们开。有司机就出来，问讲大哥就出来。我们就负责开心出去唱歌玩。YouTube 走在青龙哥文化就走在看的都爱的哦。对，反正就在发扬客家文化嘛。啊，本来要在客家子弟，东道基地都在露出。某用的节目风格，会很混乱吧？应该。有陈伟如一定混乱吧？对。一听。对 ，mess around 嘛，对不对？哦，好了，那你自己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忙工作之余要。罗哥好担心你身体哦，真的，你跟空有冬天，原来是昨天才刚玩回来。哦，对啊，对啊，跟你之前那种天真无邪那种感觉，跟你今天我看到你有点疲态。但我还要继续玩呢，我下一站要去高雄读书。哦，你高雄读书嘞？你不是已经大学毕业了吗？嘿，研究所。高雄那片。高师大的客家文化研究所。对，哎呦，赞哦！我靠，离家越远越好。不要说出来，妈妈说她会难过。不会啦，你要按群，嘿嘛哈，按群说加油，好吧，加油。安子生，OK， 安子生，谢谢。啊，哎呦，是梦9V。狗神，哎，真的，今天闹捏太狗神，非常谢谢你们各自做完成自己的挑战，谢，对啊，不容易啦，妹妹。接下来也就单元是后生人唱山歌，节目内容延续上礼拜，由其他後生朋友來唱傳統歌曲哦，大家就共下來聽吧。參加天春意就錯了。有。對。去年喺成績好嘛？去年係第2名。哎呦。啊，今年沒有參加。前年第8比係第3名。哦。然後今年比係。啊？哦。再來分享下一位總心意。好嘞。出場心意咩？你嘅技術是個後生朋友嘞，對，這也是客家美女啊，表現都今後，對，他跟以前就是余量情節。哦，真的啊，他們兩個呀，家比賽啊，沒第1名就第2名，老死不相往來，是不是？冇啦，你跟他有仇，對不對？沒有，表面上沒有啦，心裡面有。好，請講主動嘛，該。我都有唱歌，都有唱歌，山太跳都有唱歌，都冇問題就錯咧。最拿數哦，最會，最平常時係唱老山歌啦。老山歌，戲動就都唱嘅。你現在拿不出麥克風，是不是？冇啦，你等下下巴可能會少一塊粉哦。那可能唱嘻哈唱習慣了。嘻哈是這樣。嘻哈是這樣，是這個上巴的那個粉會不見。他的偶像是諸葛亮，放在這裡。哦，啊，都做的就錯了。好了，有馬該都唔講，好，數一下哦。可能馬該拿給有酒窩的先生。哎呦，平板就冇問題的啦，哈。哎呦，殷老師說這個3大調最難唱的哦，邊發青豆誒，看你們表現哦。好，來彈一下來，好，總心一個平板。
做也袂冲诶。什么什么？真的客家真的靠人家的后生意，真的呀。后生意推。好，你真的有立下这个志愿呀？有啦，我从过小5年生从3个冲到俩下。是冲到俩。他冲团的嘛，他冲团到俩。唔系，迄老车去过新上号。那过小2年生系和那个流行歌。流行歌。哦，所以你就是一直以来都会冲客家歌。就是你如果现在年纪慢慢变大了，你不会受到现在很多流行的一些或者什么其他的影响。平常是韩式会同啦，会糖，会糖，但新都哦，喊那种我来发扬客家文化。嘿，厉害。哎呦，今后呢？所以我没有接去参加比赛啊。所以后生也个特色性哦，特色性嘛。当冲对吧？敢会冲？系啊。总是会有别人。有啦，都是啦，都是有啦。但应该来得快去得快嘛，必须两种东西，当然都有啊。个性就是个性啊哈。来得快去得快。就是1-2天可能就过了，知道吗？没有一参加田春义就抽了。有。对。去年在升级后嘛。去年係第2名，哎呦，今年沒有參加。前年第1比係第3名。然後今年比係冇入圍決賽。蒙一比，你衝唔錯嗎？楊勇冇衝，沒有唱錯，沒有唱錯，那是有高手齊聚。喺哪裡會贏嗎？我感覺應該係就是評審欣賞嘅評審咧。唔係，我知道係那個，因為。今年的比賽係就是純粹嘅那個選手，純粹朋友冇強用哦，有高數來的，係冇？應該係。他家啲都倆比賽，田春義倆比賽嘛，全國的高數都會來比賽。之前第3名、第2名，哎呀，沙倫應該第1名啦。對呀，哇，那真的是天堂地獄之間。對。當天是有難過一下。跟聽說過啦。對啊，沒，你不要說你，對不對？像他沒有得金曲，他也是會很難過啊。哎，真的，得獎的開心沒有得獎難過久。開心只是開心那一下，開心那一天而已。光環，然後拍照拍完以後啊。黑狗毛的就要蒙一筆啊，真的是很揪心哎。你就像盲演唱過來，因為我沒有聽到那個評審老師講評，所以其實我係都想要聽到評審老師講評，因為我就是還是想知道，就是自己那一天到底好，那看一下那一天這些老師有沒有在現場？來蔡麗先生敢有出來？他那天有在現場，竟然冇出來哦。唔過根本嘢做得公平一下，係嘛？點會衝去平板？其實心意衝嘅平板衝來清後呢，佢有進步哦，他進步非常多，而且剛剛前面3位小朋友比起來哦，新宇是又比就是歸屬歌曲衝起來，他的那個程度又比他們再更高一點。哎呦，對，所以剛前面3個沒有說不好，沒有不好，因為其實佢哋大家都不會唱歌會唱按鍵，其實他們都有程度，只是說因為新宇他是因為讀那個音樂班嘛，對，所以他給到唱歌的部分，他的那個唱歌的那個輕重音那個處理是非常好的，細膩的。對，他唱歌是完全就像歌手的那種程度，對，就是整個歸屬歌曲那種衝起來，整個是非常好的。那到底為什麼他今年去參加比賽連入圍都沒有嘞？佢定係下拜一做評審，係當老幾講好。那辦一個就會挑名。他應該自己覺得很納悶啊！我唱得這麼好，那奇怪了。唱給給咪唱誒吼，就是一點點的部分可以再更改進、更進步的地方，就是佢可能張凱是都唱3個這個部分吼，就是輕重音的部分處理，較冇按順。就是大小聲會突然一下大聲，然後突然小聲，就是在聽起來的那個感覺，我冇按流衝，對，就是倆鋪分哈，轉去小塊，就是在如果因為想給咪歌詞，就會都從歌詞的部分都是在講說從3個文化傳承，故說談起來是冇乜個問題，唔講喺多
未来唔爱从老感情有关迄个歌曲的话，你这个轻重音就会影响到你归属歌的弹起来的感觉。对，故说你重音你就会再多听几遍自己唱的那个轻重音大小声的那个部分，你要怎么再去拿捏？好，按用你归属歌曲冲起来。配音堂都会更好、更舒服，那个流畅度会是更好的。好，就一点就这里而已。其他 IB 手给面老师没清章，不是看歌词就自己都冲嘛该。冲来清好，继续加油，谢谢。还有英老师补充。好，心意吼，因为我未有肯定去睇啦，所以对你唱歌未当做印象，因为你就讲你上个拜嘅比赛嘅其实我有。我冇做平时，唔讲我要伫现场吼，所以我本嘅建议就係，我挑戰人哋講今日係讀音樂班，就我嘅經驗就係，其實你讀音樂班嘅時候，你學嘅聲樂。好，叫做美声唱法。好，那你在那个美声唱法的诠释上，我不知道你的老师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说，就是唱外文歌曲，它其实是着重在子音跟母音，所以你在唱美声或者是在发声的时候，有没有唱合唱团，大家都知道一定 R A E O U 啊什么那一些的哈，那个发声是让你整个的气息的流动是很顺畅的，所以唱美声唱法唱得很好的，唱老山歌一定是很好听，但是呢。我也是到后来才搞懂，就是有一个东西，它要结合美声，叫做民族唱腔。好，那这个民族唱腔在音乐系里面有分国乐跟西乐。那西乐不会着重在民族唱腔，因为它只有母音跟子音。但是呢，我们唱这种有3个音节以上的字的时候，像我们的客家话、闽南语或者是华语，这些都是有音节的。那有音节的时候，就不是只有母音跟子音，所以它还有字头、字中、字尾。那用母音来说，客家话又有韵头、韵副、韵尾。那你那一次的比赛没有入围，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可能刚接触美声唱法，所以你在你的唱法上有一些改变。所以你的有一些字，因为我们客家山歌是很着重在咬字的，所以当时的咬字其实没有，在我听起来，如果真要给你一个理由，或许是没有那么的清楚。某案情处，好，那比如说像你今天唱的真的很好，我跟彩丽也觉得哇，你进步很多，跟你天穿日比起来唱就又更好了。那但是呢，如果要我给你今天的建议，你的擦音跟喉塞音，也就是比如说微擦，这个叫做擦音，好，跟喉塞音，比如说响琴这种位置响琴，那这种位置的那个你的重音的位置，还有发声的地方，就是再把它弄得更漂亮一点，然后咬字要更清楚一点。我想对你来说，应该是你现在想要的。好，给你的建议，谢谢。可以学一些法文。对，对。叫宝贝，叫宝贝，安吃谁？叫宝贝。冲得清后啦，先生讲哈。还用滴到填充音迄因为嘛演员的哈。好，好，做过下嘅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去给摸索了，好吗？去摸索一下。好 ，OK，什么事？继续加油哈。好来，杀下来嘞。杀了，朋友，快点，蔡快点。这个好像是什么大事来的，真的，很有气魄的走下来。对，你是今天是要来算命还是要什么？凯腾今天是要来颁奖还是要给我们的人生开启一些？对，你几岁了？你讲。我现在18岁。18岁哦。18岁哦。你长18岁哦？我这长得跟28岁一样的。懂松哎。对啊，好成熟哦。你家表演都会做安永吗？一表演的时间了。哦，不错啊，是少年老成。其实我们先老着等。少年持重啊。对，少年持重。OK， 好来。唔会讲嘛，英文唔会讲。先讲嘛个。吃食落嘛要冲嘛。细的讲。唔会讲嘛。哦，平常时冲过矮线啊，记得唔免矮线的冲嘛。矮线係矮嘅轉重。轉重哦，大鑼鼓嘅調嘛，係嘛？哦，矮線咧，亦冇一條衝過嘅。冇聽哦，唔過衝過應該咩冇乜問題啦，哈。冇問題。冇問題，來，你就直接出來，快出的嘛來。等下給我們酒窩羅歌。窩羅歌。喂，3個字。真的嗎？走得了哈。
那这个爱演的爱唱嘛，也。那我们让宝玉老师先休息了。自哀自唱，自哀自唱，厉害了。我们宝玉老师比不是自哀自怨就好了，自哀自唱。自哀自唱周的啦。好嘞，对，蔡慧腾《三国志》。你看显矮都清后。真的我真的是你坐这就好了，你坐，你坐。哦，你的我们除了阿吉拉就是凯腾，对，可以这样做的。我发现我真的我看到这个客家未来的大师，真的。对啊，真的。你就真的坐着。你也太听话，你这样很难办哎！你要知道社会险恶，有一些演艺圈的大哥的潜规则就是这样出来的，好不好？再怎么样你都要站起来。共生啦！冲得好又矮的好，真的。黑嘛，我就是看到这个未来的大师他打个胎时基本赢不了个。黑唔黑要同恰奇过欣赏好诶？嘿，现在。几乎都是跟齐国老师学的，这慢慢青出于蓝胜于蓝。从国小新眼神，就天天去好，就天天去，好多呀哈。哇，佢天到杭州的去田崇义总公司嘛，系嘛？同蔡丽共用啊，
对，他们可以在天川日坐月次的，都清理回来。是啊，对啊，那个给当一来就来几十条嘞。对啊，几百条的国呀，一整天的，一整天啊，难怪那个这个炉火纯青了。对啊，它就是行云流水啊，这种感觉。葱没黑，矮没黑，黑毛按沙了有吗？给法，继续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去精进，对不对？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传承客家的山歌。客家的山歌。用嘛讽刺一传承，对啊，能用传承，可能用比较可以结合现代的发展，这样，音乐的发展。你有什么想法吗？有吗？28岁的嘛，3老准备读台后嘞，对吗？台后大学也要朝这个就是音乐系去前进嘛。嘿，继续哦。有想要考嘛？好搞。我考到了台湾艺术大学，考到了中国音乐学系。台大，哇哦！哇，同步注意哈。台大很漂亮耶，真的好美的一个学校。台艺大呢，不是北艺大哦，台艺大在不用考，北艺大在关渡。北艺大是在森林里面。那我会说一下。没有牛的那一间。没有牛的那一间，南星桥头那一间。那我觉得北艺大比较漂亮。不过台艺大懂一分。台艺大，我上一次认识都厉害啦，都厉害，北艺大、台艺大都厉害了。台艺大的那个国乐系给音乐家，现在在法国，黑毛哦，你继续加油，好吗？好，俩靠斗了嘛，黑毛哦，也经过了一段地狱期的那个痛苦时期，对不对？对。我读书因为乐器嘛，考这个应该要考数科吧？要考听写乐理视唱，是，对，然后还要考国英文，英文是我觉得比较痛苦的。哦，窍门，英文没哦呀。那你这个学科系有很多人去那个吗？有新东你报名吗？如果是二胡主修的话，今年是20个人考。有到20个人？没算多呢。哎呀，医生，没算一多呢。那20个人当中，你觉得你的技术是在名列？大概在中后段。中后段？你学起的呀，真的。我就是其实二胡，因为我从小是学给传统客家传统的一般国乐的弦可能不一样。对，所以我对国乐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现在正在精进。正在精进的。呀，你好戏就抽嘞，加油好吗？哈，不管什么弦都给他学起来。对。那你那个科系里面是国乐的，那个客家的部分呢，只有你一个人吗？客家的部分就比较少人，对，因为其实现在音乐来说的话，客家的音乐相对少。相对少，那他们对你拉客家的一些音乐会不会有兴趣？目前是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以后进去可能会修到，因为毕竟是传统国乐这种，都会接触到，从客家呀、南北管了的，都会好习到，这些都会。洗脑他们。等到客家学成的时候，就是你挑命嘞，对不对？前毛就是你了。你独树一格哎，独一无二，我是很厉害。加油！未来的大师。嘿，感觉有这种哈，冲水的强音，欣赏乐公平哈。好，讲基本嘅开创嘅山歌哈，其实两下因为你就歌换声期了嘛，算太人嘅上咧，所以因为较大吼，也系正常嘅。唔过吼，我就针对你基本嘅创嘅吼，数学迄第一数嘅歌词非常嘅好，吼，唔过。听艺术我就有意见哦，因为唔啲下张是歌词，不过歌词有唱到20人来唔怕罚，30出头爱顾家，你都还没有经历到，好，所以像唱这种就是唔係你年紀嘅歌詞嘅時間應用版，就係用嘅襯詞來留記演歌戲啊，吼，咁三下咧，我就係講呢個襯詞嘅部分，吼，譬如講呢基本嘅詞架到下到嘅全部係講係演唱，哈，那這樣子的襯詞，那我的建議是，比如說你的第一首心情快樂在其中，你係講係在其中，講係是用勸世文的方式，講係乜該有乜該哈，那個是用勸世文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唱歌是快樂在其中的，我建議你應該要用哀秋，好，心情快樂，哀秋在其中，按用歌詞嘅意義會較好，好，所以再來就係你嘅聽藝術吼，20人來哀秋唔怕罰，你就問意思吧。
吼，你做得用讲戲，吼，20人來講戲唔怕煩，吼，30出頭愛顧家，吼，你就用講戲。那你是勸世文的話，勸世文就做得30出頭，記得愛顧家，吼，按樣你嘅年紀來創，就變成係老人講嘛嘅脱離嘅感覺，按樣佢較符合嘅歌詞嘅意義，吼，就本嘅建議什麼嘢？歌詞很難講。聽藝術係恰起個欣賞，聽藝術係故詞。故詞哦，看詩文嘛。是。其實吼，從三個嘅聲音哦，我嘅經驗嘛，細看到台嘅聲音，吼，從三個嘅聲音全部非常嘅有禮貌。其實我知道了就會了解到從三個嘅關係，因為歌詞全部係講教育嘅意義，係就是對人情義理啊，係教化嘅作用，所以從三個嘅聲音係全部超有禮貌。我嘅經驗來講啦，大部分係按樣嘅，所以加油！什麼地方？好了，未來的大師，謝謝安志生，謝謝，好嘛哈，好，加油啊！繼續深造，好對啊，客家的未來就靠你了。OK， 我會去大學繼續深造。是，先跟你敬個禮啊！好來，未來大師啊！好來。但是你今天鞋子應該搭錯了，感覺應該要穿那個古代人穿的那種什麼鞋？它很復古啊，這種鞋子。這是皮鞋。對啊，對，這是皮鞋，這算復古皮式的，還是要有一點年輕的精神在裡面。英倫式的復古鞋，英倫紳士鞋，好，是嗎？快點，謝謝。好了，來沙下來，哦，沙下來，係啊，聽說就會分享啦，係嘛？你請你去關注啦啊，請你去關注啦，燕婷。哎呀，最燒最熱的啊，我們的關主啊，關主啦，哎，你今天穿的最不客家。對啊。哎呀，很現代。他今天穿的有沒有韓團？易涵，這樣有沒有韓團女生的感覺？我晚上要去跳舞。哦，你晚上要去跳舞，你很 busy。韓團沒有那麼矮的啦。哎，高跟也夠長，還做還又做的，你可以抽，你出。抽不到啊？抽得到。有啦，抽得到啦。好嘞。來，酒窩螺幫我們公布一下。好來。是我最喜歡的。酒窩螺好像什麼新品種的螺？是我最喜歡的嗎？黑馬蓋。對不起。肉山狗。你剛剛說酒窩螺對不對？來，他還是只會拍老山歌啊。他不會拍到你的酒窩。肉山狗做的嘛？做的啊。哎，你吃米粉嘛？哎嘛，蠻喜歡。從肉山狗董後堂。董後堂啊。哎呀，來躺過來，來啊！獅子松山。我們去那個克羅埃西亞有5個國家一起共他表演。那我們推完就是推表演的。啊，那會4個國家係咩有主給片的嗎？有法國，蒙就。哦。這跟他們學。沒有就。他們說要就喝。沒有，不是。他們說有，他們是卡到的那種。但他們要。把
事啊，最危险啊！突然让我1秒跳脱客家圈呢。Hello。比赛过后有冇嘅？係啊，有冇冇強用？前發得嚟嘛？還忙啊，還忙發得咯。3班教練咩有足嗎？還忙拿到，還忙拿到。還忙拿到，還忙拿到。製作單位你們幹嘛？你是要放着生利息哦？對啊。他們可能有會計年度吧？再等等。哦。按金錢去 L 組了嘛？係嘛？係啊，去 L 組啊。那個時候要去表演啊，去表演啊，去歐洲嘅海，去歐洲。去5個地方，去5個地方，全部表演嗎？也有一個。一個較多。哦，一個較多。表演一場還蠻難搞的喲。這個之前好像有問過，對不對？有問過。有用過奧利亞。現在有碰曼影迪那一片。这看起来就像随便马路边克罗埃西亚，然后还有跟就是其他的表演嘅团体，这是剧场，它集结世界各地的一些表演者，对，传统音乐嘅交流，很厉害。而且他是他把扬琴包装的很像我们的那个对烤肉架，对，他把那个扬琴收钱的一边弹一边唱。总共有几个国家？董立辉呢？这样，董立辉啊，总共有几个国家一起去？总共我们去那个克罗埃西亚有5个国家一起共他表演。那我们推完就是推表演的。那会4个国家嘿？没有足给片的吗？有法国，Bonjour。哦，这跟他们学的。没有就，他们说要就喝，没有不是，他们说有那是卡到的那种。但他们要真的。他们是常常吐痰的。对他们说一定要。Bonjour。对，有法国，然后还有那个克罗埃西亚有克罗埃西亚本国也有，很多，但我们是代表台湾去，然后我们是表演客家嘅音乐。其實談到客家音樂有感覺有？董希凡啊，董希凡天公落水啊，你從天公落水啊，還有抽馬哥嘛，還有董豆啊，還有高山青啊。教他啊，原名的哦，对，原名的。所以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一起共阿姨，就冇啊，矮葱，哦，你葱哦，矮葱啊，你葱你挑啊哟，啊，太甲共下挑，双腿共下挑，你会啊？搞会抽啊唔抽啊？对呀，你是不是乱教？是这样子吗？他们不是还要讲给他叫哎，我的亲亲亲，千水蓝，不划算。就这样啊？对啊。然后没有。因奈呀因奈呀吼嗨呀，因奈呀因奈呀吼嗨呀，吼咿呀吼咿呀吼嗨呀。哎，可吃到个懂难呢。我觉得每次参加原住民的婚礼、清明的时节，都会跳2种舞，我每次都跟不上。对啊，我就是一个白浪，也是一个白烂，我都跟不上。你没有舞蹈细胞？没有哎，但会唱歌就好啦。哎呀，我只要假装会跳就好了。就假装就漂亮，然后会唱歌这样。哎，抓到重点，抓到重点。好了，中正嘞，像彩礼欣赏的公平哈。好，这不愧是关主哈。燕婷好，因为
之前其韩青生也就设计的啦。我们有一起表演过。对对对，六场演技差不多吗？应该是差不多啦。差不多，一样啦，姐姐啦，没有我们一样，差不多。哎，你很适合在这一圈混下去。对啊，因为燕婷吼，佢去年吼，佢咩喺洛杉矶的冠军，不说佢来冲洛杉矶，这根本就是不用再多说了，一锅配一盖，刚刚好。对，就是整体真的是非常好啦。好，再来燕婷吼，因为她还有嗓音嘛。虽然说我也是啦，但是他还是比我小一点。哦，比亚葱的伞沟吼，就是那种浑厚的那种感觉，还有点点不够。对，所以就是可能这个地方要再稍微再加强一些。那糖起来后，就是那种成熟度听起来比较稳，给它伞沟冲起来这样会稳。好，那再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吼，这个部分是因为刚刚还有。糖佢冲的呀落山沟，佢冲到听音数的时间，有喊山沟呀爱冲，它突然变成，它又有词义断句了。对，就是因为呀青斗行商都在慢慢在跟进，在推行这个词义断句的部分。然后佢佢前面就冇哦，佢就在照以前他甲冲的山沟4-3-2-2-3这样子的规格在唱。佢到听音数的时间，有喊山沟也爱冲，佢就会攞佢分开来变成有喊山沟也爱冲，他就这边有在做到这个词义断句。那我个人是希望喺燕婷哈给哈拜爱冲落山沟，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整首老山歌都用词义断句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对，这样子会更好。好，就我们会讲前面人家唱要偏有改。就是该断句的时候你没有断句，然后后面突然你这边又做到了，就觉得其实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完整。好，就是这个部分啦，我觉得可以更好。好，就是因为其实也大部分老山歌规格就是这样子。其实你用共发你就提供那片断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好，那再来有一张诗啦，刚刚就谈到一张诗。十字耸伞，那个伞，刚刚燕婷也冲到十字耸伞，对，这你应该知道哈。给一张诗就是变成小瑕疵，因为给归数全部冲了清后，就是会被那一个字就特别明显。你明明冲漏山沟，然后会不会填上来音的时间，给这音没冲到。特别明显，就是这一个字，其他就不是多讲就清后就是关注，对。就这个部分，谢谢。孩子这看哪字念，硬要说的啦，赚评审费。硬要挑一个毛病出来。没啦，两边是菜发啊，对不对？是。哎呀，反正就是继续加油啦，好不好？继续加油。哎呀，他嘎什么时候扣人家掉了？好。俩都拿冠军呢。那旅行组比赛了，哇，分享啊！再来赚3万块，好。好难赚啊！还忙拿到，对啊。好了，谢谢啦。哦，什么燕婷，谢谢。哎呦，真的，今天真的，我觉得看来的还有你观众朋友应该很惊讶吧？还有上瘾冲到案哦。对啊，真的。吃到没吃到？真的唔好输中批啊，对不对？中批朋友来比赛了，就中批啊。所以看到的还有上朋友诶，愿意了，一直进步啊，冲到案后，讲真，俺要干嘛？哇！救世当然是谁，系冇？客家 V 都有希望啦，有希望。什么有 V 还有上嘅朋友，对，哎呀，多谢你哋喎，谢谢啊，好，谢谢。少沈，谢谢哈，少沈，我们要下班了啦，开心吗？可以吗？可以哈，可以哈，要不要下班了？要。你还想再来吗？少沈要不要再来？要不要？可以再来吗？你还会来吗？可以哈，可以哈，确定哈，好，OK。谢谢你赏脸哦，谢谢。好，谢谢啊，还没有多谢两位嘅辛苦的评审欣赏。你欣赏，蔡丽欣赏，对啊，这是就最好的示范。他们2位老师也是从年轻开始比赛，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一路到现在发光发热。等他们老了以后就换你们。等他们老了，这样彩丽是要等很久。没有，这样都要等很久，都要等很久。好，谢谢2位老师。也谢谢6位小朋友，谢谢啊！还有3位朋友。好，我们看下一段精彩的节目来。看哦。
想你，想你。